妃的后生人，父亲见他老实可靠，将他收留于家中，并交代家中的生意让他来经营。想不到，他不负父亲的所托，将父亲家中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前日又将了天上国收为儿子，希望能重留天上国，在了家中，身为父亲家中的得力充数，说不定俺妈对他啊。不定啊，情呀义呀，可那好啊，恶水主啊一家，心事事难回报啊，天上啊。真啊嘿呀，我路啊勇啊，爱神采呀，哎呀慢呐，困难又重重啊。虽然单头一望就能看到你主，但是我心肝度依然跳不出想念嘅少年嘅心情。我呢下子希望日日提起精神创前，怎能留佢太子家团圆。天上哥，天上哥。天上哥，你用反应啊？有冇看起来闷闷不乐啊？冇啦，明华，你要回来到你阿妹呢？天上哥，我只是想问你带错了可有关系呀？请关系，
几乎老二对我非常的照顾，我当然意关系啊。关系哦，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明白？嗯你根本你看起来有一些的无强样呢。啊，天上哥，你真经有注意到我呢哈？我今天可是有打扮了后，上来请你个哟。明白？我是讲你根本你啦，讲话老平常是无强样，较纠纠扭扭呢。啊，你唔係特別注意我的打扮哦。明白？你为嘛该爱特别装扮啊？天上哥，对你心里强相衬，愛天天來來去，有緣千里一來相識，夜老天生兩岸語。他愛見你雙眼睛啊，太過無奈苦不平，天上一點是有情，不可論來論家庭。上高，一地故鄉有氣息，明白不言來風氣，愛作為偏鋒，愛念意，小夫心法並體明白？你千萬不可如此想法，你愛定義自家的身份，你讓人委屈自己。還有啊，以你嘅條件，結天做得尋到更加好嘅對象。我再講，我對你只是相愛之情，並無暗誤之情，千萬不可魯莽啊！天上哥，愛好咧，我個再講咧，我冇可能接受你嘅感情。我再講，我也冇可能變下你嘅妻子。你愛變下，那麼你就會被我離開咯。天上哥，冇會啦，好啦，我會聽人嘅話，表下你阿同你感情，你冇離開，我聽人嘅就係嘛，我願意做人嘅老妹，安樣真係我嘅好老妹。我嘅好太哥。哎呀，你用格殺就好啊！因為啊，我將來會發生有事情，你如何是好啊？莫
得得你生性好德，不杀村民，输了偏魔的什么，有牺牲自己，救人精神，可以抢了村庄，多在中头的东片，有一件错误，就请这家亡人，相信这家亡人为你听帮忙了。黑毛人啊！我用剥了一张梦啊！哎呀，因为啥水提去呀？还剥一张梦。不过两梦啊，来得真，来得明，人家讲啊。对哦，俩事情啊，按紧急哦。既然啊，有个一线生机，俺就要试看哪嘞？家家牺牲来东片的蔬菜，请该啊，我一片个人哦。大贪不受心，无奈人心两不定，无奈人心两不定。哟，想不到啊！俩家生人呢，因为俺健康啊，你看无油无力做个了哦，俩种类啊，个生人的啊，就全部都不平的啊，所以呀，老二看起来果真啊，俩位有个便宜个良方哦。生人呢？哎呦，你做俩味料，啊，俩件很也不开嘛。嘿啊，阿伯公，
你有乜嘅事情係冇？哎呦，我吼想讲有事情要问俩掉啦。哎，有冇家嘅太人要采嘛？有啊，阿爸講，請你等一下哦。好啊，真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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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妹，阿妹啊，阿妹，有一個阿爸講要請你。玉兒，咁要講係乜嘅事情啊？阿妹冇講，就我不跟着阿爸講請你。好，來出來一看看。請問你係？哦，我啊，喺了位村長啦。哦，原來係村長，不知村長，你有乜嘅事情，還係我嘅？哦，咩，你唔是按緊張啦，因為哦，我本莊啊，甲他人寫字哦，特則啊就翻有個文藝啊，我哦真好奇呀，哎呦，所以啊，真想講，看睇一家就按健康啊，我就了要求治藥房。村長，我並冇乜嘅藥房，而你冇治療啥，全靠兩口嘅井水，故所我也唔知呢。阿妹，起碼中用用係按呢哩嘅江水嘅應用外幕，話阿爸講講。叫佢做唔得亂講話，別鬼佛神怪之事，並非人人相信。哎呦，請問啊，兩位富人家，你要用辦稱呼啊？哎呦，佢講嘅媽祖婆子說咧，村長，名副名分靈修煉，係我修煉就可以。啊，修煉啊，村長，排泄啦，請你也唔好留聲音嚟計較，係我嘅友誼比較冇禮貌咯。哎呦，修煉啊，你冇阿樣講啦，你看你老呀有理呀，搞到按好又按怪又按有人緣哦。係村長你冇去想嘛？哎呦，對啦，方才啊，個有理講個媽祖，村長，不瞞你講，你母子係對民族來解，臨行之前又帶了一尊媽祖娘娘嘅神像，來為啲前參嘅媽祖娘娘探夢。野水不可言，我旁江水清，遵循我所意，白托无法侵嘛。姑嫂，有義怎會講？係馬中用用搞大計。原來係阿娘哦。哎呀，咁做得不嗌，看你下媽祖婆嘅神像啊！當然做得啦，向村長敬意。好。